就是所以，喜提是男儿之妻。传数十秋，名腾金榜战鳌头。当年扩中摩天，才可庭院乐不为忧。下官信报名臣，字袭人，蒙圣恩，深受定远县令，今当容人之妻左右。哟，人亦可期，居以其位，吩咐外乡开道。是外乡开道吧。
子呀，好没得晒。我瞧今儿个天气晴了，不免把我们家这口子叫，让我搭出去晒晒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我说家里这，家里这。帮我
我问问你，咱们家从来没闹过耗子，
将某面貌画得十分威武，流落史官被赵大失去，悬挂家中。他父亲谋害刘世昌，是无亲眼得见，可恨赵大夫妻将谋画像，耳目损坏，其情可恼。远远望见刘世昌归魂来也。叩见潘爷。罢了，刘世昌、赵大夫妻将你害死，今有本车刑官在定远县下马，你为何不先去叩道？本大可告此乃无有见证。无神就是你的见证，去吧。谢潘爷。安福连定远县走吧，走。
77，哪个叫做83？肩不能当大，手不能提篮，阎王不来叫，小本不来传，我是不死不活，活千年，我是耐等到。哪年哪月哪日哪时，这个样的罪孽才曾受完？我是狼来无子，甚可怜，甚可怜。人老毛幼把棍儿拄，树老交手叶儿苦。茄子老了不好煮，倭瓜老了赛白鼠。老汉今年75，我的名儿张别谷。小老儿张别谷，卖草鞋为生。不幸老伴儿早亡，撇下我一个人儿孤苦伶仃。前2天呐，又得了个刷锅的病。早年间积攒这俩钱儿啊，也都惦不着花了。又赶上连阴天，也没法出去做买卖去。这眼看着就要吱牙该饿了。哎呀，这个，我想起一个旧账主的来。东他妈开盆窑那个赵大呀，还短我2双草鞋钱呢。我呀找他要账去。就是这主意。地窄搜林呐。我得带上点门儿。不成，我呀还得锁上点儿。锁上点儿。你看，我还得嘱咐嘱咐。我说门儿啊，好好的给我看着我的屋子啊。老了，再也不能小了。再想小了，可就费了事了。到了。这茬儿不对。这赵大他们家是2间茅草房啊，怎么改了青砖大瓦房了呢？别忙，我仔细瞧瞧。孙德堂赵，没错，就是这儿。我说赵大爷，人不得外财不富，马不为夜绕。不非谁呀？这么赵大？是我呀。呀呵，是张别谷，你个老小子。你看这怎么又改老小子了呢？这个啊，我不叫你老小子，我叫你什么呀？那您随便得了。干什么来了？我呀，早年有2句话说。有话就在这儿说吧。您不在这儿说，上哪儿说去呀？这个外头风大，闪了大爷我的舌头。对了，那个地方倒是不好贴膏药。那哪儿说去咱们？我走啊，到大爷我的待客厅。哟，您都有待客厅了啊？发财了。发财了。我走。您带着啊。进大门。迈2门。好，迈2门。走穿廊。好嘞。过游廊。过游廊。开腿。怎么了这是？小心我的光柱廊。您瞧见没有？有俩钱儿净养活狼来这个玩意儿啊！那到了没有啊？差点过了。跟我进来。好。
有银子什么的，给我这个银子呀啊，化成了水儿，堆成了银山了。哟，都堆成山了。堆成山了。那您是有票子什么的，给我也成了。票子呀，啊，你瞧，铺了顶棚了嘛。哟，哎呦，我说大爷啊，那我就是要着吃去，您也得给我弄个盆儿了碗的，弄个家伙不是啊？说了半天，你是要个盆儿啊？啊，早说呀！怎么着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起来，起来！嘿，好，跟我走啊。跟着您上哪儿这个？套大爷我的盆儿铺啊，盆儿都有了铺了。你瞧，发财了嘛！哦，发财了。跟我走。哎，好好好，跟着您走。哎，哎呀，盆儿有盆儿裤，人儿有棉裤，冷了还有套裤嘛。全这么些说的。啊，您到了没有这个？到了啊，别忙，我开门。好。呵，动静不小啊。开了门儿，稀里哗哗，滋溜溜，咯哒本儿，呵，进去吧。就这儿啊？就这儿。好。哎呀，我瞧瞧。哎呦，这妈的，赵大，八成那小子害人了吧？胡说！这不是你没看人这里边怎么那么瘆得慌？我一进去，这头发根都插着起来了。你呀，这是岁数大了，就没活力了。瞧那有我的。好，瞧您呢。哦，感情我少了这么一句呀。哎呀，进去瞧瞧啊。哎呦，大爷，这上面这就挺好啊，这个那是供货。哦，供货。供货。还我使不得这个，使不得。那您讲中间的这个。别划了，那是订货。订货我也使不得。使不得。好，那您总得给我来一个家伙不是吗？你不就是要个盆儿吗？是啊，我给你找个盆儿不就得了？那您倒是麻利点儿啊。别忙，我找找。哎，这儿有一个。嘿啊，你瞧这盆儿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黑木不动的这个。你别瞧它黑啊，一摇啊，我就烧出这么一个来。是啊，我呀还给它起了个名字。那它叫什么呀？它叫盆儿。哎呀，没有你这句呀，他还真出不来。拿着。好啊！哎呀，我说大爷，您这儿的门儿啊太多，我走哪个门儿啊？你呀走个便门得了。那我走便门啊？便门。好，走便门。哎，回来。我说你这个常年在外头，眼皮子是砸的。真的。有那小姑娘小的给大爷我找一个俩来啊。哟，小姑娘小的，那您要这小姑娘给干什么呀？小姑娘啊，伺候我媳妇儿，你家大奶奶呀。啊，就那黄毛丫头啊。别胡说。那小的呢？小的啊，伺候大爷我呀。哦，伺候大爷您呐。哎呀，您瞧见没有？有了钱就变人性了，这我包头他。哎呀，我说大爷啊，这小姑娘啊没有，小的倒是有一个，在哪儿呢？您远瞧，没人啊。没人啊？你再进去呀。就是你个老棺材瓤子呀！我要你个老棺材瓤子干什么？哎呦，大爷，要我可有好处啊！什么好处啊？打个坑儿，好给你们家立足啊！滚出去吧你！那推出来了。再来，我打折你的怀子骨，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您瞧瞧，这味儿还真浓，这全是钱闹的呀！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这东风常向北，这北风也有转南势。张铁虎，哪位呀？谁叫我的？
俗话儿说得好啊，少年见鬼还有3年，我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呐，不得这盆儿不要了，我得走。哎，我这边走，哎呦，遇见鬼打墙喽！我
哎呀，院内我是退了，不成，我呀，我还得试试他灵不灵。孩儿哟，孩儿哎坏起了棍儿，拿起了盆儿，进了门儿，我搁下了棍儿，放下了盆儿，转过身来，我关上门儿，我再插上门儿，帮过炕来，我顶上门儿，看你是鬼神儿，怎么能够进了我的门儿？张铁图啊！当场。哎
问题了。当然啊，我把炕先搬回去。哎呀，我再给你开开门儿。哎，跟着我走啊！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乖仔乖仔真乖仔，
进来。跪下跪下。啊，见过老爷。好嘞，那个参见老爷。啊，可烦了，这样，那边啊，这样，谁？哎，参见老爷。谁是老爷呀？老爷在上边呢。啊，老爷这是上边呢。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老爷，这不是没多少掌柜的吗？那么是说的。哎，参见老爷。这一老头儿姓氏名垂，小老儿我叫张别谷。张别谷。对了，老爷，我这张啊也不是弓长张，也不是立枣张，我这是你数钱的时候，我得1张、2张、3张，都是这个啊。哪儿有些废话呀？啊，当听老爷的，听老爷的。有我冤枉。老爷，我没有什么冤，我这个盆儿他有冤，他呀会说话，您问他，您一问他就答应。哦，有什么事您问他他。会讲话。对，有话您问他得了。哎呦，听了是乌盆，不应。乌盆红了吃去。别哭，我走。哎呀，说好好怎么不演着呢？这个。有，哎，你怎么不进去呀？只因有门神拦阻，望求太爷上下之间分化，方可进呢。哦，瞧这麻烦劲儿了。您说，现在这打官司也真不容易，门神爷还得要回扣你这个。等着啊，我这在这。老头儿，成心捣乱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再不冤是别麻烦劲儿，等着。哎，等着。启禀老爷，那老头儿他又回来了。上堂回话。是，那老头儿，老爷让你上堂回话。啊，好嘞，来了。哎呀，老爷，我又回来了。又为何去而复转？老爷，这是这么回事？我出去呢，我这盆儿啊，他又说了话了。他说这个门神爷呀，瞧着他有点害怕，他就是让您啊弄点纸条，分化，方可进入。好，容我走。好嘞。当前的女天台，急忙分化在堂之外，门神不为小安处，快叫冤魂进衙差点了我手。哎，好嘞，老爷，成了。哎呀，我这费劲点儿了。来，盆儿，来，跟着我进来吧。哎呀，老爷，这回您问吧，一问他就答应。哎呦，听了是乌盆，不应。乌盆红了吃去。别哭，老爷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这盆儿啊，他有点认生，他不认识您这个黑脸的，就认识我这白脸的。我一叫他准答应。好，左右听了。是，您听好了啊，我近点儿。盆儿，哟，盆儿，哟。启禀老爷，他自叫自应。自叫自应，打头不把。别打呀！怎么还打呀？哎呦！哎呦，这怎么还是1、2、3、4、5？哎呦，这怎么还打上了这个？哎呀，这麻烦。哎呦，你怎么又不进去呀？赵大夫妻害我的事情，将我剥得赤身无体。太爷日后有3公之
下轻易一见，方可请能。哎，孩儿，咱们跟家说的好好的，可没这么些利儿落的啊！你到这儿怎么这么麻烦呀？成，你另请高明，我不告了。告一告吧，太麻烦，我不告行了。方便吧？不告了，这告哪了。能头疼？哎呀，撒手，撒手！哎呀，您说这叫什么事儿？这个，我告去吧，屁股疼；不告吧，脑袋疼。这可怎么呢？得，我愣可让他屁股疼，也不能让他脑袋疼。啊，就是这么。成，我也别麻烦他，我当亲戚走得了。老爷，我又回来了。三番两次叫闹公堂不成。哎呀，您别生气，你别说，听我跟您说呀，我这盆儿啊又说了话了。他说那个什么呢？赵大夫妻害他的时候啊，把他给扒了个赤身裸体。这个想您日后这个必有八公之位呀！啊，三公。好三，哎，甭管他几公了，恐怕冲撞于您，怕让您呐上下轻易一见，这怪这盖，方可进入。好，让他轻易一见。是。哎，我头。哎，来，麻烦。哎呀，请陈嘿，哎呀，您瞧这老有点意思啊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我糊弄糊弄他。那老爷，我这盆儿刚才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要跟您借1万两银子。还出去吧你！别呼！哎，儿说好了，来，跟着我进来啊！来，这回您有什么话赶紧问吧，趁热。哎呦，听了是乌盆有。乌盆有。嘿，乌盆你呀，别乐了，你可不是打我500，这都哪儿的事？欺负老实人，欺负老年人，你们都有罪呀！你看这，哎呦，打死喽！打死喽！哎呀，打死喽！别碰瓷儿，来，我老爷屈打你500，赏你5000银子，有钱呐！我看，你看，打500，赏5000银子。那老爷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您再打500，咱凑1两，成不成啊？您瞧，这什么人呀？一提钱就急眼。我呀，别跟他这闹了，我呀回家养伤去喽。留我远方，你却送爱。他也容我的。从
万斤重举，